你有冇試過每個月出糧，望住戶口數字，明明已經好努力做嘢 OT 接 job，但去到月尾又係清零，好似點追都追唔到個錢。你有冇試過深夜收工，攤喺張床度問自己，我係咪要咁樣做到老先叫生活？如果你有過呢種感覺，恭喜你！你唔係懶，你只係未識玩正確嘅遊戲規則。今日我哋就用納瓦爾寶典第一章拆解一個秘密，點樣先可以唔靠運氣，真真正正咁變有錢。好，首先簡單介紹喎，作者納瓦爾拉維坎特，佢係美國嘅頂尖天使投資者，投資過 Uber、Twitter 呢啲巨頭。佢本身係印度移民，9歲去到美國，屋企好窮，但最後成為創投界嘅傳奇。佢喺 Twitter 寫過一系列好出名嘅推文，叫如何不靠運氣致富，紅到爆。而納瓦爾寶典就係將佢呢啲智慧結集成書。今日我哋集中講累積財富。喺開始前，我想你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覺得致富最重要嘅嘢係咩？係好運，係人脈，係努力？納瓦爾嘅答案可能會嚇親你。以上全部唔係最關鍵。佢認為致富係一套可以學習嘅技能。佢話就算今日我破產一無所有，我可以隨便去任何一個講英文嘅國家，5年內我都會重新變有錢。呢句說話好大口氣，但佢做得到，因為佢掌握咗一套財富創造嘅底層邏輯。今日我就將呢套邏輯咧完整咁同你拆解。書一開始，納瓦爾就講咗個好重要嘅區分：財富、金錢、地位係3樣唔同嘅嘢。好多人都混淆呢3樣嘢，結果搞到自己好辛苦。金錢係我哋轉換時間同財富嘅工具。簡單講就係社會俾你嘅欠單，你為社會創造價值，社會就話我欠你啲嘢，呢張欠單叫做錢。地位係你喺社會入面嘅排名，係零和遊戲，有人上就有人落，你升職就有人冇得升，你出名就有人被遺忘。財富係你瞓覺嗰陣都會幫你賺錢嘅資產，例如公司、股票、物業、知識產權。舉個例，如果你工作1個月出糧5萬，呢個係金錢。但係如果你有一間自動化嘅網店，半夜都有人落單，嗰間鋪就係財富。納瓦爾話：你真正想要嘅係財富，唔係金錢，因為金錢只係交換媒介，但係財富可以為你帶嚟自由。佢仲話要小心一啲追求地位嘅人，因為地位遊戲嘅玩法就係攻擊創造財富嘅人。你有冇留意到，每當有人成功發達，總會有人話佢只係好彩，佢一定係靠關係，有錢人都係邪惡嘅。呢啲說話正正就係地位遊戲嘅表現。佢哋唔係想創造財富，而係想拉低你，等自己睇落高級啲。納瓦爾建議無視呢啲人，專注玩你嘅財富遊戲。跟住落嚟呢點好重要，納瓦爾講得好直接，靠出租自己嘅時間永遠唔會致富，因為你嘅時間有限。就算你時薪好高，都只係線性收入。你一日得24小時，點樣加倍？除非你識得複製自己嘅時間，否則你嘅收入天花板好快就會爆。我講個故事你聽，書入面提過，納瓦爾後生嗰陣去投資銀行實習，見到啲 banker 月入好高，但日日做到凌晨，星期6日都要做嘢。佢哋住大屋、揸靚車、戴名錶。但納瓦爾話佢哋嘅幸福感極低，我頂唔順，做咗1個月就走咗。呢個就係重點，高薪唔等於自由。如果你要用晒所有時間去換錢，你根本就冇時間去享受人生，更加冇時間去創造真正嘅財富。納瓦爾仲觀察到一個現象，美國由1950年到2019年，人均收入大幅上升，科技進步咗好多，但美國人嘅幸福感完全冇上升過。點解？因為當你賺多咗，你就會買更大嘅屋、更好嘅車、更貴嘅服務。你賺多咗嘅錢，全部用嚟維持一個更高成本嘅生活。與此同時，你放棄咗對時間嘅掌控，你做嘢時間更長，壓力更大，放假都要 check email。結果呢，兩者互相抵消，你根本冇幸福到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累積財富？納瓦爾話有3個關鍵詞：專長、責任、槓桿。我哋逐個拆解，先講專長。專長係社會培訓唔到你嘅嘢，係你天生中意做到比人好，而且好難被複製嘅能力。例如銷售、音樂、講故事、寫作、數據分析、設計、談判。點樣先知道自己嘅專長？納瓦爾話你可以回想下你細個或者青少年時期，有咩嘢係你幾乎唔使點用力就做到，但係身邊嘅人會覺得哇，你點解做到？舉個例，納瓦爾細個中意讀科學，但係佢阿媽話你會做生意，佢初頭唔信，後來發現自己嘅專長係找尋機會、串連人同資本，佢順住呢個專長發展，最後成為頂尖投資者。另一個例子，
有人天生中意八卦，中意了解朋友之間嘅動態，呢種人將來可能成為一個好出色嘅記者或者心理學家。納瓦爾話喺成為自己呢件事上，冇人比得過你，所以唔好盲目追熱門行業，要追你自己真正好奇嘅嘢。第二，責任係你願意用自己個名去承擔風險，創業、投資、公開分享意見、做決定都係承擔責任。社會匯報敢承擔風險嘅人，點解？因為大多數人都唔想孭鑊，你肯孭你就稀缺。納瓦爾後期開始公開講哲學、心理學，佢朋友話你會毀咗自己嘅事業，但係佢照講，因為佢信自己。結果咧，更多人想同佢合作，因為佢真誠、有立場、肯承擔。納瓦爾話：現代社會嘅下行風險其實好細，只要你誠實正直，就算失敗，人都會原諒你。所以大膽啲，用自己嘅名去表態、去決定、去行動。第三，槓桿係放大你努力嘅工具。冇槓桿，你嘅輸出就等於你嘅投入；有槓桿，你嘅輸出可以係投入嘅1000倍、10000倍。納瓦爾將槓桿分3種，第一種係勞力槓桿。即係請人幫你做嘢，呢種最古老，但亦最難管理。你要到人願意跟隨你，你要有領導技巧，要處理人際關係，搞唔好仲會眾叛親離。第二種係資本槓桿，用錢去賺錢，效果好，但要有本金，而且要有人信你，肯俾錢你管理。巴菲特就係用資本槓桿嘅高手。第三種係新時代槓桿，係納瓦爾最推崇嘅，就係寫程式同媒體、寫軟件、拍片、寫書、做 podcast， 呢啲係唔使經人批准就可以用嘅槓桿。你寫一次寫程式，伺服器會幫你無限執行；你錄一集 podcast 可以俾無限咁多人聽。納瓦爾有句經典金句：如果唔識寫程式，就去寫書、拍 YouTube、做 podcast。佢話有一大批機械人免費等你用，佢哋就喺數據中心入面等緊你用啦。呢種槓桿嘅威力有幾大啊？你諗下，一個軟件工程師寫咗個程式，可以為公司創造幾億美元嘅價值，但佢可能只係一個人做咗幾個月。另一個例子 Joe Rogan 嘅 podcast 每年為佢帶來5000萬到1億美元嘅收入，佢做嘅就係坐喺度同人傾偈，然後放上網。呢啲就係新時代槓桿嘅力量。納瓦爾將以上所有概念濃縮成一句話，把自己產品化。自己係你嘅獨特性、專長、責任感。產品化係你點樣用槓桿將你嘅價值放大。呢4個字值千金。我舉個例喎，你係一個好叻嘅營養師，你嘅專長係幫人設計餐單。如果你只係一個客咁見，每個客收1000蚊，你一個月最多見30個客，收入3萬。但如果你拍 YouTube、寫電子書、做線上課程，同一份知識可以賣俾1000個人、10000個人。你仲可以設計一個應用程式，幫人自動計卡路里，咁你就係將自己產品化咗。納瓦爾話呢個過程可能要花幾十年，但唔係要你不停做，而係要大部分時間用嚟思考我嘅獨特價值係咩，我可以點樣規模化。跟住落嚟，納瓦爾講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用判斷力賺錢。判斷力係指你做出正確決策嘅能力，一個正確嘅決定可以值幾百萬、幾千萬。喺槓桿時代，判斷力比努力仲要100倍。點解？因為如果你用咗槓桿，一個錯誤嘅決定會被放大成一場災難，一個正確嘅決定會放大成巨大嘅財富。你諗下，巴菲特佢一年可能只做一個重大決策，但嗰個決策影響幾十年。納瓦爾自己都話：我賺最多錢嗰年，反而係我最唔努力、最唔緊張嘅一年，因為佢只做佢覺得好玩、有價值嘅事，結果反而最賺錢。佢建議為自己設定一個好高嘅時薪，例如5000蚊1個鐘，然後問自己呢件事值唔值得我做？如果外包俾人做，仲平就俾人做。佢話就算後生嗰陣冇乜錢，佢都將自己嘅時薪訂做5000蚊。咁樣做嘅目的唔係你真係收到咁多錢，而係逼自己思考我嘅時間值幾多。當你覺得自己嘅時間值錢，你就會開始拒絕一啲低價值嘅事，例如同電工爭論、退貨、自己整嘢。佢話：我寧願俾錢阿媽請人都唔會自己幫手做。聽落好似好冷漠，但背後嘅邏輯係你嘅時間應該用喺你最有優勢嘅地方。納瓦爾仲有一個好有趣嘅觀察：世界上有2種遊戲，第一種係金錢遊戲，係正和遊戲，大家可以一齊整大個餅；第二種係地位遊戲，係零和遊戲，你贏我就輸。政治、辦公室政治、社交排名都係地位遊戲。納瓦爾話：盡量唔好玩地位遊戲，因為呢個遊戲會令你心態失衡、易怒好鬥，以貶低他人為己任。
佢話玩愚蠢嘅遊戲只會贏得愚蠢嘅獎品。最後，納瓦爾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：狗道理嘅玩耍般工作，即係你覺得做緊嘅嘢好好玩，但係人哋覺得你好勤力。納瓦爾自己創業喎，佢話我玩緊遊戲啫，佢每日可以玩16個鐘，因為佢享受過程。如果有人要同佢競爭，根本冇得打，因為佢唔使逼自己努力，佢係自然投入。佢話如果你真係中意一件事，你就會到方法將佢變成財富。佢仲講咗一個好深刻嘅觀點：退休唔係指65歲攞生果金，退休係指你唔再為咗明天而犧牲今日。你可以透過3種方式達到退休：第一，儲夠錢，被動收入夠你生活；第二，將開支降到0，出家修行；第三，做你熱愛嘅事，有錢冇錢你都做。納瓦爾揀咗第3種。佢話：我永遠都在工作，但人哋眼中嘅工作對我嚟講係玩耍，呢個就係最高境界。好，我哋快速總結下今日嘅重點。第一，財富係瞓覺都有收入嘅資產，唔係金錢或地位。第二，唔好靠反工致富，因為出租時間嘅天花板好低。第三，致富嘅3條腿：專長、責任、槓桿。第四，專長係社會培訓唔到你嘅嘢，要從你嘅天賦同熱情入面退。第五，責任係敢用自己個名承擔風險，社會會回報你。第六，槓桿分3種：勞力、資本、coder 同媒體，後者係普通人最大嘅機會。第七，把自己產品化，將你嘅獨特價值規模化。第八，用判斷力賺錢，一個正確決定可以改變一切。第九，為自己設定高時薪，珍惜時間。第十，到你嘅玩耍般工作，你自然會做到最好。今日落去之後，我邀請你做3個行動。第一，問自己我有咩專長係社會培訓唔到嘅，寫低3樣。第二，問自己我可以點樣用 code 或媒體去放大我嘅價值。即使你而家唔識寫 code，你可以拍一條片，寫一篇文，開一個社交賬號。第三，問自己我有冇一件事係我做嘅時候覺得好好玩，但又可以幫到人。如果有，你就游到你嘅金礦。寫低你嘅答案，試用30日去實踐一個小改變，唔需要一步到位。納瓦爾話：致富係一個馬拉松，唔係短跑。佢自己都係積少成多，唔係一夜暴富。最重要嘅係你開始行呢條路。多謝收聽余風說說。如果你中意呢集，記得留言、分享、訂閱。我哋下集再傾喎，拜拜。